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新一份預算案表示，過去一年當局為應對疫情同紓困而大幅增加開支，預期2021-22年度嘅財政赤字係1016億元。其實喺上世紀80年代初，香港都曾經因為97前途問題導致經濟下滑，政府因為賣地收入大減而出現財政赤字。喺1983年，時任財政司彭勵治發表嘅預算案公佈當年嘅赤字係38億元。彭勵治提出咗11項加稅建議，睇下當年嘅報導。由於發表預算案之前，恒生指數表現甚佳，金融市場嘅氣氛良好，所以大家都面露笑容嘅。而我哋嘅主角彭勵治先生啊，雖然面對明年嘅赤字預算呢，亦都係笑容可掬。彭勵治分析過舊年嘅經濟概況咧，表示今年有赤字38億，出年咧會有64億赤字，加咗稅可以增加30億嘅收入，赤字咧會係32億。至於呢啲赤字用乜嘢去補救呢？究竟係動用儲備金，抑或係向外舉債呢？要到出年嘅預算案先至能夠宣佈。咁至於今年嘅整體經濟情況呢，佢估計啊喺美國經濟好轉之後呢，香港由於出口增加，到下半年經濟亦都相繼好轉嘅。佢又估計經濟增長率會係2.5%，係比去年預測嘅4%為低，而比實際嘅2.4%稍高嘅。財政司認為香港經濟本錢雄厚，係適足以向全世界表現香港人奮發圖強嘅精神。至於舊年嘅股票交易情況呢，就實在令人沮喪啦。呢幅就係1982年1年嚟恒生指數嘅走勢。舊年1月恒生指數咧就係1400幾點，由1月至到5月都有輕微嘅升降。不過5月之後咧就不斷咁下跌，尤其是10月至到11月期間，一度咧都就跌到去700點嘅。最近幾個月咧先至有係輕微嘅上升。咁今年1月底恒生指數咧大約係900點。喺交投量方面咧，舊年嘅交投額咧就只係得462億2800萬，都唔及1980以及1981年嘅總交投量嘅一半嘅。講到地產啦，上年度政府賣地86公頃，得到97億，以致財政司樂觀預算今年度政府可以由土地交易得到125億。不料舊年全年港府只賣出土地34.91公頃，經修訂嘅預算收入呢只有46億。地價劇降同官地冇人問津，主要呢係受到香港前途唔明朗同經濟衰退影響。財政司今日指出，本港嘅物業市場正在處於盛衰循環嘅最後階段。樓房地產儘管不景，匯豐同渣打銀行先排呢宣佈過賣樓置業嘅人，俾佢哋長達20年嘅分期貸款，希望咁樣呢可以刺激地產同樓宇市道盡快回復蓬勃。